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地新闻记者芬芬。听讲你是台语文系毕业的出身的啊？无唔对，就是安尼。安尼我借问你。借问爱还我钱哦，讲算笑的你拢啊。免咯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拍台语文系出身的，你感觉台语伫你的生活中是啥物款的角色个存在？其实就是自细汉一定会含一寡时代，就是讲台语，是，甲阿公阿嬷讲台语。是。啊，后来就是大学了后开始读这个台湾语文学系是。啊，伫读册的时阵，包括讲教授啊，或者是你家己读到的一寡册，其实拢是用台语写的。是。啊，即马过来过音，所以其实台语会使算是我的一个工具安尼。哦，对我来讲吼，台语就是像一个种。经济。种伫我的心肝头。到即马大汉，一定发做一桩树啊！真大桩。对，真大桩的一桩树。对我来讲，伊就是像我留伫个身躯顶内底的花，就是一直对伫你的身躯边就对啊。分袂开的一项物件。是。啊，讲到这吼，咱今仔要介绍本册。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本册吼，叫做《台语原来是安尼二》。讲到二，伊是毋是进前就是有一本出过一本一？哦，你看这两本册吼，看这册皮有够水的，有够高水。嘿，啊，拢水甲胖胖胖。顶道你伫阮的节目内底讲过叫卖吼，咱就开始咧卖物件。无啦。二吼，其实内底伊才有特别写台南生活的台语日常，而且我是台南人，我对这本册感触更较有感觉，嘿，更愈深。譬如讲，内底伊有讲到一个物件，你平常时啊咧讲电话的时阵，是毋是你拢会讲伊咧讲电话、敲电话？对。也毋过吼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叫电话。叫电话。嘿，我一看到这本册，在讲到叫电话这个事的时阵，我就想起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，因为阮阿嬷毋捌字。阿嬷，好啊，我听这条歌，啊，阮阿嬷毋捌字，所以伊连迄数字伊拢看无，伊嘛袂晓敲电话，是，所以伊平常时啊，我是大孙，伊就甲我叫，安尼甲我叫，大孙啊，你帮我叫副喷打，无啦，是，大孙啊，你帮我叫电话去互恁大姑姑的，叫电话，对，所以阮阿嬷，我就看着这个事，讲着看着叫电话这个事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看阮阿嬷生活的迄种回忆。而且我感觉上重要的是，伊这本册内底啊，除了讲伊有遮个插图啊，有真侪图片去解说一个事以外，其实伊佫会加入一寡生活情景，就是咱平常时伫日常生活当中会讲到的一寡事。是。对啊。像我头讲的叫电话，啊，伊内底佫有家己延伸一个讲法。对。啊，迄种讲法可能是你平常时也无读过的，啊，譬如讲有当时是伊家己感觉会当安尼讲的，你嘛当起来做参考。系啊，真正写甲真清楚。是。包括讲我咧过音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可能看到一寡事，伤心的事，其实毋知影要安怎翻，而且对内底看，其实拢会搁较有想法，而且翻甲搁较水。伊会当当做是我这种自细汉到大汉拢讲台语，也毋过你无学过台语文，无学过台语这款人读得落的台语文册，对你来讲是一款过音会当去用的工具册，对。对啊，其实是每一个人拢真适合这本册。对。所以我选过了吼，我就随讲吼，帮我买一本。啊，咱讲到这吼，咱就讲一寡内底讲到的事。系啊，伊内底有一寡事，我感觉就是真趣味，而且是定定听到的事。是。譬如讲吼，拍拉梁。拍拉梁，其实就是讲一寡无要无紧的话。是啊，就是伫遐讲是闲扯淡啊，无营养的话啊，这就是拍拉梁。啊，搁另外一个吼，咱过年的时间，一定会去算的一项物件，拍麻将。无，咱华语叫做扑克牌。台语要安怎讲？拍牌啊嘛。牌啊摕来。但毋过内底伊甲你讲会当安怎讲？开机帮。开机帮，是开机帮这个物件，我对阮妈妈讲，我妈妈有当时啊过年的时阵，做开台湾算扑克牌，伊就讲吼，滚一边啊，甲我买2副开机帮台，开机帮台用啊，啊个另外一个物件吼，叫做画
母还是话母拢会使，拢会使。就譬如讲嘛，讲话上后壁定有一句话叫做你。对，譬如讲你脚巴伤用你，无你即摆是看我无你，这个你就咱甲当做是一个话母的意思。比如像些人的语助词、发语词，这拢是当叫做话母的意思。是，对。佮另外一个叫做无较纸。无较纸这项物件吼，其实吼，伫咱台语的流行歌曲内底，定会听到，嘛是有人会甲用在写入歌词内底。对，你讲做这项代志无较纸。其实吼，无较纸是咱的讲法，佮另外一个发音是叫做啥？无较纸。不过两种拢会使。是啊，拢会通嘛，拢会通。是。佮另外一个，歹声扫。我有一道吼去看一个小好的朋友，我摕一篮冷果、红果吼，去甲看的时阵吼，伊讲话佫敢呢歹声扫。伊讲是安怎互我碰果？即摆应该互我算啊才当着时啊。态度无好啦，对伊做遮济好代志，伊对你安尼歹声扫，其实吼这无定定，咱较早讲一个吼，就是有时咱无定定会想起即个词。对，就是看到这本册，使替咱捡一寡真正有听过，毋过即摆一时啊想袂起来遮个词。对，咱佫有除了咱这定定听到，伊内底佫有一寡新的词。就是我头拄仔有讲到，就是收一寡即摆较新的词。譬如讲吼，键盘你台语要怎讲？起盘，对，起盘。你讲起盘，其实吼，伊伫内底讲着一个新的讲法，叫做立邦。会当安尼讲。平常时咱讲起盘，就是迄种拍字的感觉。起有啊，迄个起起盘，起盘的即个感觉。佫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叫做拍字盘。对，拍字盘嘛是会当安尼讲。是，而且这就互我想到，之前我有一摆咧配音的时阵，就有一个伫家己有一个豆腐盐，迄摆就是豆腐盐啊，全部拢拿起盘共款。对，顶悬看落去，规个迄石头，就是一个起盘。无毋对。迄个是足有名的一个，咱华视台的新闻有报过了。对。做者游客吼，就去遐佚佗。看，就讲我是拢看华视台的新闻来的呢。真的。无啦，佫有另外一项物件，咱伫咧生活中像我这册定起来的时候，咱会用到订书机。册定机。是。佫有另外一个讲法，订纸机。无就是夹纸机。真侪讲法拢会使，而且佫有这点控笔。点控笔吼，就是一种，你即马咧用3C 电脑的时候，你用迄叫做啥 iPad。iPad， 迄 Apple Pencil。有一支笔有无？迄点控笔你就安尼扣，直接点。会使感应就对啊。对，你就毋免用手安尼一个点，你就用笔。而且像即马迄种 COVID-19 吼，遮尔严重的时阵吼，你得当用迄笔，消毒过后用迄笔伫遐点。别人啊动过你的 iPad 时，你毋免搁用手去用。对。咱即摆是咧推销 iPad。无啦，咱今仔讲到遮就是讲吼，这本册内底，即摆较新的词嘛有收伫内底。对。观众朋友若有兴趣吼，这本册会当认明台语原来是安尼。对。我是有好册的时阵吼，咱就真正推荐互大家。咱后一道吼，拄到迄种推荐的册吼，咱嘛是会慢慢来介绍互观众朋友。来后会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同，拜拜。拍蜡亮这物件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，毋是这个词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我想到的一项代志就是讲吼，纳凉这个用法吼，你应该嘛是用过吼。纳凉这个方法就是讲吼，咱今台语真认同录了啊，咱来去纳凉休困一下。纳凉，我拍蜡凉，看纳凉拍起来有一点淡薄仔熟的感觉。真正有淡薄仔熟。所以我一开始想到的是纳凉这个词。